喺眾多嘅別墅當中咧就屬呢一間獨棟別墅非常之優秀吓。今日咧就嚟到咗呢個雅居樂嘅海柏灣半體呢一間獨棟嘅別墅。入到嚟咧就見到呢一個前院，呢個前院目測其實咧有成60-70個方㗎吓。咁然後咧種花草咧就係做咗少部分嘅啫。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唔需要打太多嘅心思喺度打理呢啲花花草草。OK， 前院非常之整齊同埋乾淨整潔吓。俾個鏡頭睇一睇呢個外立面。嗱，呢個外立面咧係完全做咗全新嘅一個翻新吓。咁然後咧側邊呢個花園咧亦都開間咧比較大嘅。呢個花園咧係做咗一個環抱式嘅一個設計嚟嘅吓。咁咧整個別墅咧呢一個地坪啊同埋花園啊完全係做咗呢個硬底化同埋呢一個抬高嘅。咁然後咧可以見到通過呢一個側邊嘅花園咧可以嚟到呢一邊嘅呢個南面嘅花園。咁啊可以見到呢一個花園咧係完全都係做晒呢一個裝修啊，最新穎嘅一個裝修。可以見到其實呢啲面積咧基本上咧係夠用咗嘅吓，而且咧業主咧非常之貼心咁樣咧裝咗呢一個我哋叫做隱私嘅護欄吓。呢一個護欄咧係睇唔到對面，但係咧佢係有間制俾你通風嘅，所以咧呢個設計係非常之貼心吓。咁啊可以見到整間屋咧係做咗完全嘅翻新，裏裏外外前前後後全部係做咗完完全全嘅翻新。呢個裝修非常之特別啊，而且又係非常之實用嘅一個操作。咁啊可以見到咧嗱，由花園入嚟就係呢一個大客廳啦吓。我哋先睇下道門先吓。呢一道門咧係斷橋嘅鋁合金，做咗中空嘅呢一個玻璃。嗱，呢一啲咧就係非常之用料噶啦吓。見到呢一個開間6-7米嘅一個大客廳開間，喂，非常之舒服吓。上嚟2級樓梯就係呢一個飯廳啦吓。呢一個飯廳嘅話咧係做咗保留翻呢一個中空嘅一個設計。嗱，鏡頭俾翻係啦。呢一個設計咧可以令到咧呢一個飯廳咧採光啦同埋呢一個空間感啦就非常之強嘅。而且仲有喂，作為男人嚟講吓比較中意啲嘅就係呢一個茶室啦。呢一個茶室咧設計咗喺客廳嘅背後，喺度沖茶飲茶亦都唔阻住你通過呢一個貫通同客廳裏面嘅屋企人進行互動嘅吓。咁所以咧呢個設計咧係非常之貼心嘅，亦都係咧非常之好嘅一個設計吓。咁啊我哋睇翻前面嘅呢一個入門區吓。入門區嘅話咧可以見到其實咧呢度咧係2塊門嘅一個開間嚟嘅。嗱，呢一個門就係非常之大氣吓。咁然後咧入嚟嘅話咧可以見到呢一啲咁樣嘅櫃咧，置物櫃咧就非常之多嘅吓。可以見到吓呢啲咁樣嘅空間咧係比較實用吓。一入門咧你就可以將鎖匙啦等等呢啲物品咧全部擺晒喺度吓。呢個裝修真係非常之花心思吓。而且1樓嘅呢個空調咧亦都係擺得比較多吓。客廳都3匹落，飯廳都3匹落吓。可以見到呢個業主真係對呢一個裝修咧非常之用料吓。咁然後咧係餐廳嘅隔籬就係呢一個廚房啦。咁廚房咧亦都可以見到呢個 U 字形嘅呢個空間咧亦都係比較實用。3件套啦等等吓都係全部齊備嘅。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呢邊咧係做咗一個超彩光嘅一個窗。呢個窗咧講真嗰句，就算喺唔開燈嘅情況下，你喺度洗嘢都係非常之明亮嘅。咁冰箱就擺咗喺度啦咁然後咧1樓係有長輩房嘅吓。入到嚟呢邊洗手台再加埋呢一個洗手間基本上咧係齊備嘅。咁然後咧入到嚟呢一間咧就係呢個長輩間嚟噶啦。放咗一個1.5米嘅床，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一個設計，所以咧呢一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可以見到呢一個窗望翻嘅就係前面嘅呢一個花園見到呢啲斷橋嘅鋁合金，再加埋中空嘅呢個間玻璃，係完全換晒新嘅。所以咧呢一個別墅講真嗰句無論喺設計同埋喺呢個裝修都係非常之花心思嘅。同埋咧非常之用料嘅吓。OK， 咁1樓嘅呢一個格局加埋花園嘅格局，我哋要睇晒啦。咁而家咧就上去2樓，我哋今日咧就一鏡到底吓。咁可以見到而家行緊嘅呢個樓梯咧就上去2樓嘅樓梯，見到未啊？我行到邊度，佢呢個燈咧報級嘅燈咧就感應光到邊度吓，非常之好啊！
咁啊，然後咧上到嚟二樓，首先入嚟眼簾嘅咧就係呢一個中空嘅呢一個位置啦。嗱，呢一個位置睇身真係非常之大氣嚇，係咪有種我哋細時候啊見啲港劇嘅嗰種感覺咧嚇？喺啲豪宅裏面咧，一入去嚇，好多時候就見到呢個中空嘅啦。咁入到嚟呢個房間嘅話咧，其實呢個房間咧係一個主人間嘅一個設計嚟嘅嚇。喺呢一邊可以見到成面牆咧，全部都係呢個衣帽間。哇！呢啲櫃真係非常之實用嚇。床頭呢邊咧，亦都係貼心咁做咗呢個隔斷啦嚇，做咗呢個造型就非常之 OK。亦都係比較新穎現代式嘅嚇，放咗一個2米乘2米嘅床，係啊，後面仲可以擺埋呢啲俾你放嘢嘅凳。嗱，呢一間房空間真係非常之夠嚇。另外咧，比較貼心啲嘅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嚇。呢個空間講真嗰句，攞嚟做乜都得嚇。化妝台擺埋喺一邊嚇。另外咧，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非常之大嘅景觀呢個窗啦。呢個窗亦都係全部全新換過嘅嚇，整屋所有嘅窗全部都係全新換過。其實講真嗰句，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咧嚇，係非常之 very good 㗎。最必須就係要呢一種感覺嚇。咁然後咧，呢一間主人房咧，佢係有一個隱藏啲嘅空間咧嚇，一陣間解鎖俾你哋睇下。咁然後我入一入呢個洗手間，呢個洗手間講真嗰句真係空間設計得比較大嚇。嗱，有浴缸啦嚇，咁然後咧亦都有淋浴嘅一個地方喎。哇，可以見到真係呢一個濕嘅區域都已經係有2個功能啦。咁乾嘅區域咧嗱，智能馬桶啦、洗手盆啦都係有嘅。另外咧，呢一個空間咧就係以呢一間房獨有嘅，只能經過呢一間房先可以入到嚟嘅呢一個無邊際嘅景觀小露台啦。呢一個露台咧，其實你後期咧亦都可以將佢封頂加翻落嚟，做翻你嘅私人空間嚇。咁然後咧呢一邊係朝南向朝東南向嘅呢一個景觀啊，呢一個加翻出嚟嘅呢一個面積嚟嘅嚇。咁現時裝修咧，對於別墅嚟講咧，基本上啲空間咧全部都係要加，繼續加，不停咁加嘅，因為咧。別墅咧，佢本身就係你自己獨用嘅一個面積嚇。咁嚟到對面嘅呢一間房咧，係可以見到，哇！講真嗰句，呢間房係有啲似公主房嚇。我覺得呢啲擺飾啊等等啦嚇，都係有啲 Q 版嘅。咁然後咧啲背板咧，全部都係做好晒。然後呢一間房都係做咗個擴展嘅嚇，你睇下，做咗一個大飄窗嚇。咁呢啲窗咧，亦都係做咗冇隔斷嘅呢啲咁嘅景觀。呢個窗嚟嘅，咁然後咧呢一間房咧係有一個獨用嘅一個衣帽間嘅嚇，你見到入嚟呢度咧呢啲櫃啊嚇，呢啲咁樣嘅設備全部都係齊嘅，然後洗手間咧係喺呢邊嘅。嗱，入嚟睇嚇，一樣嚇，佢呢一個面積非常之實用，可以見到嗱，浴缸再加埋淋浴嘅，基本上都係有嘅，所以咧呢啲空間咧係好實用㗎嚇，呢一間房。咁然後咧2樓嘅格局就係咁樣啦嚇，咁3樓嘅格局咧都係非常之靚仔嘅。我哋跟住鏡頭一樣上去3樓睇睇，可以見到，喂，呢啲咁樣嘅玻璃扶手，其實都係比較實用嘅嚇。咁然後咧可以見到條樓梯咧，其實行起身咧係比較舒服㗎嚇，唔會話即係有啲俾你行起身比較辛苦或者比較吃力嘅。咁然後咧，我哋先睇咗呢一個先嚇，因為呢一個咧講真嗰句，我係非常之中意嘅一個平台嚟嘅。可以見到嗱，上先俾個超靚嘅空間鏡頭嚇，可以見到天台呢一種天台先係叫做享受，先係叫做舒服啊！講真嗰句嗱，呢啲咁樣嘅面積，你依然都可以自己再將佢加建或者係自由發揮啊！只要你覺得呢啲空間係唔夠用嘅情況下，你就去繼續加啊！咁3樓咧呢度都係有一間房㗎。呢一間房咧，可以見到呢啲風格咧，其實咧整體咧就非常之新穎同埋實用嘅嚇。見到呢啲化妝台啦、書台啦嚇，同埋呢啲櫃啦嚇等等啦，全部係做好晒嘅，完全係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一個狀態嚇。咁然後咧洗手間就係喺呢邊啦嚇，呢邊俾個鏡頭睇一睇，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區分嚇，都係齊備嘅啲嘢。咁然後咧呢度房間出嚟，依然都係有一個小陽台呢邊咧其實可以攞嚟擺好多嘢嘅。對面呢度嘅話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靚嘅一個空間嚟嘅嗱，成個3樓呢啲
空間我哋就睇晒啦吓，有大露台，亦都係有房間吓。咁然後咧，對於呢一間全新裝修嘅可以拎包入住嘅呢個獨棟別墅嘅話咧吓，我哋基本上咧就從入門到3樓全部睇晒吓。咁有冇朋友對呢間獨棟別墅感興趣？如果係感興趣嘅情況下咧吓，掃描我二維碼屏幕上面嗰個吓，可以隨時 call 我帶你實地睇房。